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互相来研究。有当着咱听老辈咧讲的台语，咱安尼用词典、字典来对比，咱就会发觉讲专家学者，因就是共款去民间去捡去听，绝对毋是讲叫你讲吼先看册，才来应用。所有语言啦，一定爱真正生活中有用得到的。咱伫咧讲，才会对答，才会下书。你敢若看册要暗念要记的，有当着咱摕出来用吼，会绕开嘛未必然呢。所以国政今日要招你研究几句我讲词典查较无，因为台湾人较活泼，雕工讲转过的话。头一句咱来讲改变声母，讲千这字就免讲，这字吼，若汉文音叫做千万你都唔通安尼做，唔通黑白投资。若千白话音讲千，就是1000、2000。毋过你敢捌听人讲，雕工讲转，讲来，这2彩摕去用，吼，伊毋讲2000啦。讲2彩讲转，就是讲我较含的，讲话你听着感觉耳仔会擘开的也来，改一个音，互你特别的注目。讲2彩啦，这字典查无的啦。改音原哪有啦？过来用腔口咧对比原哪有啦？另外一句啦，就是因为今日2彩互你，明仔载2彩互你，到尾啊，1个月、2个月、半当才发觉讲，钱互你，毋是互你买菜茶米啦。你讲吼，要去建设家庭啦，结果拢无影。拢甲摕去跋甲输了了啦，安尼一句俗语话讲气啊，讲酷啊啦，对，明明就气啊2字就好啊。台湾人哪会雕工要安尼讲？气，这是漳州，这是台南，是宜兰这边的腔口。若酷咧，是台北的腔口，是泉州的腔口呢。气啊，讲酷啊，就是讲气啊好啦，酷啊好啦，就是无解救啊啦。行到倒位，拢无在条挽救啊。用2种腔口对比，嘛是要加强口气啦，吼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甲你解劝讲国情啊，真正钱吼唔通黑白用啦，毋是干那跋筊歹啦。有当阵啊吼，你袂晓咧做的投资吼，原来爱慎重啦，因为有真侪人投资了，安尼也倒，安尼也倒。字典就干那一款尔，就干那安尼尔，安尼呢？安尼就是加强口气，就雕工讲转。所以安尼也倒的时阵，你若偏这边讲。安尼嘛倒，人就听较无啊！你着要分一个轻重音，安尼也倒，安尼也倒。所以台湾人咧讲话吼，自由多变化，搁艺术，这真正，就是咱台湾的艺术趣味的所在啦。